回你復生1月2日陪你讀新約，馬太福音第2章。博士朝拜。當希律王的時候，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。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，說：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在哪裏？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，特來拜他。希律王聽見了，就心裏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，問他們說：基督當生在何處？他們回答說：在猶太的伯利恆，因為有先知記着說：猶大地的伯利恆啊，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，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，牧養我以色列民。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，細問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，就差他們去伯利恆去，說：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，尋到了就來報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，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頭停住了。他們看見那星，就大大歡喜，進了房子，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瑪利亞，就俯伏那小孩子，揭開寶盒，拿黃金、乳香、沒藥為禮物獻給他。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，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。逃往埃及。他們去後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，說：起來，帶着小孩同他母親逃往埃及，住在那裏，等我吩咐你，因為希律必尋找那小孩，要除滅他。約瑟就起來，夜間帶着小孩和他母親往埃及去，住在那裏，直到希律死了。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，說：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。屠殺男孩。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發怒，差人將伯利恆裏並四境所有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，凡2歲以內的都殺盡了。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，說：在拉瑪聽見嚎哭大哭的聲音，是拉結哭他兒女，不肯受安慰，因為他們都不在了。從埃及回來，希律死了以後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，說：起來，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，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。約瑟就起來，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，只因聽見亞基老接着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，就怕往那裏去，又在夢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。到了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裏。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，他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。